啟思於1984年創辦，以尊重孩子、培養愛心、激發潛能、啟發思維作為辦學宗旨，令我哋嘅學生可以喺愉快嘅氣氛底下學習，全人發展，為未來做好準備。我哋提供多語言學習，透過遊戲活動、童謠同埋故事，令小朋友學習到唔同嘅國家地區文化，喺一個國際嘅語境底下開拓視野。愉快學習、均衡發展對小朋友嘅成長非常重要。我哋提供唔同嘅自由探索區角，令小朋友可以培育自信、自由享受學習。我哋重視品德教育，小朋友透過同老師同同學嘅互動當中學習優雅嘅說話，訓練社交技巧，培育正確嘅價值觀。我哋嘅小朋友喺愉快學習嘅同時，亦都得到全方位嘅發展。歡迎你加入啟思嘅大家庭。